这个月 KPI 还未到哦。你真正是放我耍啦！我叫你已经破事后，每趟去有洗读掉，别甲去有遮加掉啦！陈建辉甲何兴基，拢是迄款笑起来真笑的人，无咧管台边仔的人安怎看安怎想的。我伫咧演一个角色的时阵，我应该爱做的代志，我就是该去做。袂用个，因为我会感觉必须，我就甲家己绑掉的。啊，兴趣拄拄好，伊就是无咧管台遮的，所以伊就会使足自由自在做伊家己。哎，我老咧特殊座位啦。Yes。因为听显是一个足认真拍拼的人，所以做工课的时阵，听显的标准会足悬的，嘛因为安尼看起来足严格的。会计全部会欠做拜五进前收。是2天后还是拜五？听显毋管什么时阵，看起来拢稳当当。啊，我定定看起来拢是咧放暖暖。My baby。My baby。主物是吗？你在这样？你帅起来吗？听显自头看到何应基的时阵，感觉这查某囡仔会对家己的生活无要无义。何兴基为一开始看到听显，嘛感觉听显袂输白兰，要甲兴基冤家的款，佮叫我来称呼食头路。觉得陈轩的制服穿得太正式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穿的太正式了，看看他，这样多热。因为我们是收定。好咧，毋捌见过面，嘿，头一摆甲伊见面的时阵，嘛是不哩紧张。伊看起来就正经，啊，我就脾气，嘿，我其实是不哩拽的。你无兄弟姊妹，你无就了解。你讲啥？结果应该是叫我比较咁要起笑，我唔知啦，我唔知。甲陈阳辉是头一摆做伙做工课。伊是一个足认真拍拼、高水高义、足菜啦。